阮爱的白沙都无做，慈悲心予阮心安定。希望伫你的保庇，保佑大家一切平安顺遂，万事如意。慈悲心照阮心安定，看顾悲悯，赐福人间，愿你所咱一切平安如意。白沙屯妈祖，照见人间苦难，度一切好的。慈悲怀，心声万欢，妈祖赐福，永远相伴。阮顺心，祈求保庇，白沙屯妈祖，我爱你。亲像天堂，引导咱走向平安。慈悲的双手安慰心痛，伊是永远的希望。慈悲先不我爱你。这场进香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宗教信仰上的体验，更是一次身心灵的旅程。参与者需走过数百公里的路程，面对身体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考验，同时也体验到集体团结和信仰的力量。在进香的过程中，参与者会感受到妈祖的庇佑和保佑，加深对信仰的理解和体验，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互助精神。最后，当进香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时，参与者会感受到一种身心灵上的满足和平静，知道他们的努力和信念得到了回报，这将是一个难忘的体验，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心中。